好啦，輪到講屬猴咯喎。今年屬猴咧就有機會咧去遠嘅地方做嘢喎，咁可能要出外啦。吉星咧有色馬啦，有驛馬，應該係話驛馬啦。咁如果想加強個運勢嘅話咧，就可以去一啲離島啊咁嘅地方行一行啦，咁樣。總言之就做個驛馬咁啊，去遠少少去玩咁樣啦。咁亦都係得到家人同埋朋友嘅支持嘅。咁喺空星方面咧就有孤寡啦，有孤神啦、喪門啦，同埋地喪喎，代表喺感情關係咧就會倒退咯喎。咁男士嘅桃花運咧都可以咁講話係比較薄弱嘅，係咪？咁啊亦都係受到一啲空星嘅影響啦。咁啊家宅嘅運勢咧可能都唔係太穩定啦。今年咧亦都可以咁講話切忌呢個探病問喪啊，盡量都唔好去啦，咁樣係嘛？咁啊反而咧亦都可以有即係唔好沾染一啲咁嘅霉氣啦，咁樣亦都注意咧，有啲嘢咧就會遺失嘅，例如一啲物件啊或者財物啊，咁啊有機會遺失一啲嘢，咁所以要加倍小心啦。咁啊健康方面咧，男士咧就比女士差喎，即係男性嘅屬猴嘅朋友咧係比女士會差少少喎，所以小心係腰啊或者係膝頭哥啊咁啊病痛啦。咁啊腰啊咁啊小心驚要整親嘅腰啦，或者腰可以都要咁講話係關於嘅腎功能㗎，咁啊可能都要睇下啲中醫啊調理下啦，同埋膝頭哥啦，咁啊要比較小心啦，咁啊可能會容易會有勞損啊咁樣啦。咁而幸運生肖咧就係同蛇同埋龍喎，咁多啲同蛇同埋同龍嘅朋友一齊啦，咁可能會對你帶嚟好運啦。咁而顏色方面咧就要啡色啦同埋銀色啦，咁啊帶多啲着多啲啡色嘅衫，同埋或者銀色啦，係咪閃少少啦咁樣講。咁啊而且喺幸運飾物方面咧，可以帶啲青金石啦，咁啊或者係一啲啡色嘅七香12精喎，咁啊都係對身體好嘅。咁啊呢啲合香珠咧係對身體，中藥嘅合香珠咧係對身體係好嘅，可以咁講話係有養生嘅作用嘅，亦都會帶嚟好運嘅。